后来，这个检警早起就地嫌犯到现场，记者甲问讲，为什么要杀人？甲死地等伫倒位？有要认罪无？伊拢点无回应。另外，嫌犯的厝内是毋是有密室暗柜？是毋是有藏关键的证据？检警是针对着3间房间，每一个角落拢敲架真彻底。 要不要认罪？把尸体藏在哪里？犯着连续杀人案件的张姓嫌犯，搁再回来命案现场，面对问话，原来是冷冰冰，无反应。杀人？为什么要杀大嫂？要跟你还有人受害吗？伊干巧，而且心思有路，犯案了后拢无悔意，交单对案件也是无讲实话，互检警伫咧侦办的过程当中增加袂少困难。今仔日透早命案现场，搁再出现大批远景，戒备严格，搁封锁，因为要做第二届的监视勘验。上午主要是那个作案状况的模拟，比如说开挖暗柜啦、水管之类。 哦，都有检察官来指挥。双方的攻防战也在继续，案算即届要甲规个犯案手法拢恢复。不过侦办的过程捌传出死亡笔记本的讲法，互警方驳回。关键的证据到底是藏伫倒位？敢有暗房或者是毒啊？即马针对厝内的3个房间详细敲揣。另外第一时间伫咧疫情啊边仔房间壁顶找到10个所在有火，才互3个被害人的身份查出来。恐惊者嘛是大省调查的所在。啊，敢有可能有密室？ 应该是较无机会啊！顶悬伫你哭哭，就拢有听到啊！你要哪解密室？因为这40-50年的厝啊。重大的社会刑案，检警无要放过任何线索，就是希望会当量早找到真相，甲嫌犯送办，互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